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一起共读罗马书第8天。今天早上我们要请苏新敏执事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这美好的主日的早晨，可以一起来亲近你，共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蛮有能力，使我们能成为蒙恩的儿女。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愿意降服于你，照你的话而行，并且活出你的样式。求主帮助我们持续把你放在生命的首位，并献上时间与你有更紧密的连结。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罗马书让我们明白神的公义，而在保罗第一个主题，神在罪恶上的公义，神要让读罗马书的弟兄姐妹明白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这个罪呢是普及全世界，而福音就是要救人，罪人脱离这样子的罪恶当中。所以我们在昨天读到的第2章。看到神的公义的审判，说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称义，而是行律法称义。所以不论是摩西的律法、希腊的哲学或罗马的法律，并不是知道这些就能够与神有正确合一的关系，而是要能够行出来。而这个律法呢，上帝给人有律法的功用，就是普遍的启示，让人能够明白神的作为，而不需要特殊的启示就能够寻见神，因为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啊，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无可推诿。那所以其实人却不去认识神，不荣耀神，甚至还去拜偶像来得罪神。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第2章的最后一段，就是保罗所说的罪人呢，当中的罪魁呢，甚至就是这一群上帝的子民，上帝家里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啊。所以今天17节到19节，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懂法、懂律法、神的话，行为却和外邦人一样，甚至比外邦人更糟。那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我们得着基督的救恩，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遵循神的话，我们比那个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人更不如以致亵渎神的名。25节到27节看到犹太人他们按着律法来受割礼，并且呢借着割礼的行为要与神来立约，但是呢在这立约当他们是想靠割礼来得救，但是呢仍旧无法逃脱审判，甚至连没有割礼的外邦人都表现得比他们好，所以他们还被外邦人来定罪。犹太人受割礼这件事情的重点呢，是在心里受割礼，而不是外表身体受割礼。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的重点。好，那么就请新敏来带我们读第2章的17节到24节。好，17节。那么你怎么样呢？你自称为犹太人，依靠法律，又夸口你跟上帝有特殊的关系。你已经受法律的熏陶，知道上帝的旨意，也能够辨别是非。你自以为是盲人的向导，是在黑暗中知人的亮光，是无知之人的指导，又是年轻人的老师。你又认为，因为你有摩西的法律，你就掌握了知识和真理。你教导别人，为什么不教导自己呢？你教人不可偷窃，你自己偷窃吗？你说不可奸淫，你自己奸淫吗？你憎恶偶像，你自己盗取寺庙里的东西吗？你夸口你有上帝的法律，你有没有破坏上帝的法律而羞辱了他？圣经上说，为了你们犹太人的缘故，上帝的名受到外邦人的侮辱。好，谢谢。那从第2章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讲到你后来讲到了你们，那现在呢又讲到了你。一开始的你呢可能指的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但是呢到了17节这里的你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你就是指你们犹太人，就是上帝的子民。那虽然是写给在罗马教会，犹太人也有部分的犹太人在罗马城
但是呢，保罗相信是借着罗马书这卷书，要把他这个信息呢传给罗马帝国当中所有的犹太人。毕竟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保罗受到犹太人很多的逼迫；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也知道，耶稣也受到法利赛人、文士这些犹太人的逼迫。犹太人他们呢，自称犹太人，所以透过自称呢，他们有4件事情，他们觉得骄傲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因为有受法律的熏陶，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分辨是非，所以呢，自封是盲人的向导，就是能够领瞎子来走路。所以谁是瞎子呢？就是这一群不懂摩西律法的人，外邦人都是瞎子。第二个呢是无知之人的指导，就是这一些没有知识的，是第二个是黑暗中之人的亮光。所以谁在黑暗中呢？就是这群外邦人可怜呐，没有得救。第三个是无知之人，就是没有开化的、没有知识的、没有学问的，他做他们的师傅，指导就是指老师，又是指小孩子、年轻人的老师。谁是小孩子？就是外邦人。所以犹太人高不可攀，自视甚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保罗自己曾经也是犹太人，所以他知道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他们真的是看外邦人就像是瞎子，就像是小孩子，就像是在黑暗中的人，像是一个无知愚昧的人。那犹太人呢，自认有摩西的律法，又掌握了知识和真理在第18节说，你已经受法律的熏陶，知道上帝的旨意好，那知道在圣经当中这个字呢，知道可以指的就是指这个夫妻当中的性关系行房亲密的关系。所以你透过法律透过上帝的话，你跟上帝有这么亲近，像夫妻一样亲近的关系，但是呢，却把外人呢当作不如，只看着自己，只想到自己，自己教导别人，但却没有去教导别人，却不教导自己。叫人不可偷窃，自己却可以偷窃；说不可奸淫，但是自己却奸淫。说要憎恶偶像，自己却盗取寺庙里的东西就是把这些抢劫寺庙当中好的物品，而你夸口有上帝的律法，却破坏了上帝的律法而羞辱他。所以我们还记得保罗在第2章一开始说，论断人的自己所做的却和别人一样。好，那你论断人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上帝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保罗用这句话有没有在论断人？他也没有在批评犹太人。好，那我相信保罗的这段的论断呢，是神要他所说的话，而不是代表他自己。因为他从前面到这里让我们知道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那他是要把福音传到万邦，但是他要传到万邦以前呢，他要先挑出这个当中的一个绊脚石，就是犹太人，因为有这一群的犹太人反而让外邦人跌倒，没有办法来认识神，所以保罗呢先面对的是这群的最终的罪魁犹太人。所以圣经上这段圣经呢是以赛亚书52章第5节，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亵渎。所以为了犹太人的缘故呢，上帝的名就受到了侮辱，受到了羞辱所以这一群的道德家，不论他们懂律法或是知法却怎样犯法，他们呢就像是把法律玩弄在自己的手中，然后呢想出各样解套的方法，然后来自己认为自己合理。其实上帝的法律不是这样子来玩，上帝的法律不是这样子来钻漏洞。上帝的法律呢是一个公正的，是一个正确的关系，追求正确的关系。而在创世纪的伊甸园当中，上帝就给了亚当夏娃2个很重要的生命树和知识树，而这知识树呢又称为分别善恶的树。犹太人其实亚当也是犹太人的祖先第一个人，而他来到的是这个知识分辨善恶。所以18节说，犹太人自称知道神的旨意，
而且从律法受教导，能够分辨是非，好，分辨善恶，他有这样的知识，好，但是这样的知识呢，却没有左边的生命，却没有上帝的行出来的生命，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实，反而这个知识呢，就败坏他的心，让他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好，第1章后面讲到有21项，好，这个理从心理到行为，好，各样的装满各样的不义啊，从身体的淫乱到属灵的淫乱，好，到心理的淫乱扭曲，好，以至于呢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所以保罗在这边是很严重的在指控所有的犹太人的通病，所以不是只有一个人，是所有的犹太人，就是从亚当夏娃之后，经历了旧约，经历了被掳，经历了归回，即便我们读了但以理书，看到他们犹太人被掳到归回，可是这样的知识树的生命呢，仍然不足。虽然他们后来没有在敬拜偶像，在保罗时代、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的经学文士，他们没有再去拜其他的神明，但是他们呢，却变成了自己就是神。把自己当作偶像来敬拜，所以来服侍自己，各样的行为都变成背离了上帝的生命树的心意。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25节到27节，犹太人借着受割礼，但是受割礼这件事情并不能使他们得救。好，请新民带我们来读25到27节。好，25节，如果你遵守法律，你的割礼就有价值。你违反了法律，你的割礼就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样看来，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若遵守法律的命令，上帝岂不把他当作是受过割礼的吗？你们犹太人要被外邦人定罪，因为你们虽然拥有法律经典，也受了割礼，可是你们破坏了法律。他们纵使身体上没有受割礼，却遵守法律。其实谁才算是真犹太人，真受割礼的人呢？并不是在外表上。先到27节。好，谢谢。那第二段继续讲到这群犹太人，犹太人他们的其中一个很重要，他们怎么样定义犹太人？非得要做的就是要接受割礼。那这割礼只限于男性，那女性没有办法受割礼，但是呢，因着男性受割礼而夫妻结合、子女、父母，那他们就能够成为犹太人。所以要这样成为犹太人，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犹太人。那条件就是要接受割礼。那这源于创世纪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那就借着割礼这件事情，就目的呢是要跟上帝来立约。那立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敬拜神，尊崇神，侍奉神，还要相信神。所以割礼呢，是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罗马书在强调这个称义，跟神有好的关系、对的关系、正确的关系。原来上帝给亚伯拉罕做这样割礼的指示的时候，是为了要分别他们出来，跟外邦人、跟世上人不一样。但是呢，在历史的演变当中，他们割礼呢变成是一套的系统，那就是遵守法律的系统，跟破坏法律的系统。好，那割礼呢使他们变成只有外表上面的得救，那但是呢内心当中呢却没有得救。那这也好像就是这个法官呢外表看起来上班的时候是法官，下班的时候呢却不是法官。好，这牧师呢在台上的时候是牧师，在台下的时候就不是牧师。这个基督徒呢在教会的时候是基督徒，离开教会的时候就不是基督徒，都是做外表。但是上帝不要我们看我们做这样子的外表的戴面具的信仰，上帝要我们是从内心当中，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有没有其他的人在检视我们，我们都是跟上帝有这个守约立约的关系。所以割礼这件事情本身是为了要来维系跟上帝的关系，是因为相信上帝才去做这件的事情，
而这个割礼其实割掉了这个包皮，就是把这个污秽割掉，因为在这个包皮的地方里面容易藏污纳垢，然后没有办法洗干净，所以呢就是要把这一块皮把它割下来，让它不会再有藏污纳垢的机会。所以这个割礼呢其实就是要人分别为圣，但是呢犹太人却借着割礼，然后来强调他已经得救。那其他什么事情内心里面的污秽更重更多。而在第27节27节我用和本，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遗文和割礼，竟违反律法的人吗？外邦人他们不需要受割礼，外邦人他们身体或许有藏污纳垢，可是如果他们的心他们的生命也能够遵守上帝的话，因为有上帝普遍的启示，而有这个世界上的法律，从早期的这个巴比伦亚述的这个汉谟拉比法典，一直到现在罗马律法，那他也有甚至表现出比这个犹太人还要公正的时候，而他们都心里面能够活出正直，这个不会去偷窃，不会去说谎，不敢去做这些伤害人的事情，却反而比刚才前面这些犹太人还去抢夺庙中之物，然后还去偷窃，还去奸淫，还去行淫，然后还去说谎等等，甚至他们的行为甚至比他们更好。所以这个法律经典，那和本翻成遗文，遗文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指文字。你们这群有文字的人，却有文字和割礼，文字指的就是指圣经，就是你们有双重，上帝又给你们话，又给你们立约，可是呢，你们却不如这些的外邦人，所以这个他们是上帝的话是写在石板上，但是最后一段上帝要他们把上帝的话呢写在心板上所以受割礼这件事情跟遗文这件事情本身是让人能够来明白是非，但是要借着与神守约立约来学习神的生命。所以分别善恶树是依靠自己，生命树是依靠神，而分别善恶树是计算得失，因为他用知识分别善恶不管神，但是生命树呢顺服神不问得失。分别善恶树是思虑和烦恼，因为他有这样的知识，眼睛就明亮，他就开了。但是呢，他才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开始烦恼自己没有衣服穿，然后开始烦恼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生命树呢，却是用生命来祷告，转向神，因为知道这些身体胜于衣裳生命胜于饮食。分别善恶树呢，是发怨言然后呢埋怨上帝没有给我们衣服穿。而生命树呢是凡事谢恩，分别善恶树是据理力争，不愿吃亏。所以夏娃推到亚当，亚当推给夏娃，夏娃推给蛇。然后呢不愿负责任。但是生命树呢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用爱来包容和饶恕。所以我们需要生命树，其实也需要善恶树，因为这个善恶树呢是讲到上帝的审判的标准上帝审判的标准，而人呢吃了善恶树呢就自己当上帝就审判了。所以27节讲到犹太人要被外邦人定罪，就是审判这个字，本来是他们要审判与神一起审判犹太人，就现在呢他们自己自甘堕落，却是神跟外邦人来审判他们。所以今天的教会呢的存在，就是在提醒犹太人，他们呢没有认识救恩，没有真正的因信称义，甚至连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们都有眼无珠，没有办法认出他，甚至还杀害他，甚至还厌弃他。即便过了2000年，他们还是拒绝他的时候，就难逃审判。好，最后2节28、29，再请新民带我们来读。好，
28节，其实谁才算是真犹太人、真受割礼的人呢？并不是在外表上做犹太人，接受过身体上的割礼的。真犹太人是从内心开始的。换句话说，他心里受割礼是上帝的灵的工作，而不是借着法律经典。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上帝来的。好，谢谢。那这里讲到了谁才是犹太人受割礼的人。好，那在和本现代中译本都加上了这个真哦，好，真正。那其实原文当中没有这个真，好，但是它是为了区别前面在讲的犹太人和受割礼的人，所以让我们知道保罗要表达真正的犹太人，不是现在眼睛看到的，不是在保罗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好，这一群眼睛看得到犹太人。那个属灵的犹太人，属灵受割礼的人，不是只有，并不是在外表上，身体上，而是29节从内心开始的。好，唯有内心做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所以这个内心呢，跟我们昨天读的2章的15节啊，律法的功用是刻在哪里呢？刻在心里，而他们的良心就一同作证，内心就会挣扎。所以在心里面，真的用心去与神建立关系，用心去聆听神的话，用心去遵守上帝的话，用心去用做神的每一件事情，那个有心和没有心才可以显出他的信仰的价值。而这个用心怎么做呢？怎么用心？那第29节的后半，继续说是在乎圣灵。好，那现在中译本说是上帝的灵的工作。好，那这是罗马书第一次出现圣灵啊。好，那圣灵在罗马书到了第8章，好，几乎都在讲圣灵。但是第2章的结束的时候，好，保罗就已经提示了，好，这整个工作呢，好，是圣灵做成的，好，跟人的内心合作，好，而有的。这个再等一下，再经过第3章、第4章到第5章，我们才会继续看到关于圣灵的教导，然后一路到了第8章，所以圣灵帮助我们内心接受割礼，所以真犹太人，真的受割礼的人，真的与神立约的人，就像是亚伯拉罕他的内心的状态，其实他的内心相信也是圣灵的帮助，而不是借着法律经典，就是不是借着遗文，不是借着这些的字母，不是借着这些的文字，不是借着刻在石板上的这些话，而是要刻在心板上。所以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当愿意与圣灵同工，加拉太书说顺着圣灵来撒种，就会收圣灵的果子；顺着情欲来撒种，就会收败坏。所以圣灵就是帮助我们回到那个生命树，圣灵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把知识树的这个营养消化吸收，转而成为生命，能够得着生命，是这样的人被称赞，所受的称赞，这个所受的称赞就是能够跟上帝有正确合一的关系，是因为是从神来的，从神的灵来的，就是从圣灵来的。好，所以今天这一段呢，让我们看到整个犹太人的败坏，已经糟糕到这个地步。但是呢，只有回转向神，从内心里面去寻求神，而不再是从外在、外表、外界。而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去寻求，就会知道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是要救世人的。所以在耶利米书第9章耶利米书我们刚读完，前面刚开始的地方，上帝审判列国，特别在审判世界的时候，就提到日子将到，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惩罚只在肉身受割礼的人。那这一段话指着当时的阿拉伯人，指着当时的犹太人，指着当时很多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这个受割礼的教导，可是他们只有身体上受割礼，心理上没有受割礼，没有真正的去认识神，与神来立约。那耶利米书也说日子将到，他要
把他的话刻在心板上，不再是刻在石板上，他要与人另立新约。所以在新约当中，这个新板是借着圣灵，是借着耶稣先道成肉身，然后牺牲，然后死亡埋葬复活升天，圣灵差遣圣灵来到的时候，人才能够借着圣灵来认识，来接受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才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与神来立约。而约翰福音第4章23节，这个耶稣也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跟上帝的关系是用心灵和诚实，就是借着灵和 truth， 就是真理，就是这个借着遗文和借着歌礼，所以这也是2件事情，一个就是真实，就是真理，就是话，上帝的话，而这个心灵呢，就是内心的歌礼，就是借着圣灵，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上帝要我们好好的来读他的话，还要好好的来来寻求认识神的灵，所以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这2件事情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左右手，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建立的很重要的双脚，就是平衡的关系。受割礼和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什么呢？就是做新造的人。加拉太书的结论。所以在割礼当中，不是在这个外表上行为上，而是借着与神的立约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活出新造的人，而是从内心开始的新造的人。所以迦南60薪火相传，我们要从内心里面来活出新造的人，借着上帝的话、上帝的灵来认识他，来服侍他，来荣耀他。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看到犹太人的败坏，其实也有可能是今日基督徒或是教会的败坏因为基督徒可能以为自己已经受洗，以为自己已经懂了圣经，以为自己已经活得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以至于呢就没有警醒，而陷入在罪恶当中，陷入在败坏当中，甚至贪爱世界，与神的关系远离。求圣灵帮助我们，求保惠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向神，也能够让我们的心与圣灵一起来合作，让律法的功用，让上帝的话能够牢牢的刻在我们的心中，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来得罪你。愿你每一天就用你的话与我们同在，也保护我们，也帮助我们，也使我们能够顺从在你的话，特别也让我们能够在分别善恶的树上，以及生命的树上，我们都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能够有基督耶稣的样式。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